你好，感谢恁今仔日来遮做分享吼。等下咱讨论的问题，原则上电话内底拢讲过啊。差不多搁半点钟就会开放入场，恁两个遮等一下，有啥物需要拢会当甲工作人员讲。感谢。你行嘛，秋天嘛，你人买衫，对咯，整理较有诶无诶啊，做伙去啊，啊是吼，饭煮煮诶，食食就好啊。对啦，最主要吼，也是大家拢有团圆嘛。是啦，咱遐尔啊功夫啦，啊买遐尔啊济哦，价无哩。对啊，啊你若要甲囡仔做伙带转啊？啊，带囡仔去佚佗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今仔日摕来饼，拢是准备好。安尼嘛是算真有心啊。即摆囡仔吼，拢叫袂行啦。啊，都拢大种啊，哪叫会叮当啊？丰县芳寮乡公所顾问李梦居8月18号到香港，20号却突然失去音讯。中国国台办11号证实，李梦居正在中国接受审查，但涉及的罪名以及拘禁地点没有进一步说明。陆委会表达强烈遗憾，强调曾经3度向中国相关部门询问，但中国都没有对我方和家属通报说明，严正呼吁中国应该就本案妥善处理。总统府也声明表示高度关切，会以确保李梦居人身安全以及相关权益为最高原则，投入各项必要协助。你又过来啊？啊，这上无爱凊彩乖乖嘛爱3、5年啊。好啊啦，来啦，遥控器由我啦。迄讲啊吼，因老爸老母吼，啊是运气较歹啊，早走就走啊。讲啊吼，是我安尼伊细汉伫遐带到大汉的。好啦，知啦。小晶啊，啊你敢会阁去看讲啊？阿公唔知影。等伊出来吼，叫伊莫搁再想空啊啦。啊，教册吼，就专心啊落去教册，搁去撮遐代志是要创啥咧？好好啊做伊的工课，甲厝内某仔囝顾好较重要啦。啊你讲过遐是要创啊？网络上也有人自称是李梦居朋友，表示19号上午李梦居从香港进到深圳南山谈生意，中午2个人在景点碰面用餐，下午李自行搭计程车去买电池。20号上午还曾经以微信询问台设产品的生产商，陈雅丽也证实行程内容和他得知的一样。李梦居18号到香港，曾经因为好奇外出看法送中的情况，最后和他联络，同样是在20号上午。大姐，这我来就好啊啦。我想来互你洗啦。莫插你啦，无代志啦。
这毋对在枪是爸爸。我知影。有啥物你无爱甲主要讲，我去甲伊讲。你都讲去洗身躯。我知影爸爸无做毋对代志，我甲你讲的话，你嘛会记的。好啦，赶紧洗身躯啦，明仔载就有我补习的哈。迄个访问，你敢真正无爱去？为什么？咱敢袂踮咧遮好好等爸爸回来就好。因阿爸爸已经愈来愈将互掠去啊。李冠明，你无去补习，你走去倒位？我去看一下尔。后盖袂使去啊？为啥物？是爸爸提的，伊一定会互我去。啊，你有想过恁爸爸即马伫咧倒位无？敢讲伊是安尼甲互掠走的吗？
我只是无希望阁有任何意外发生。我无爱你，你嘛甲恁爸爸共款。因为我会惊，我足惊即款代志阁发生伫咱兜，你知无？到底要惊啥？敢阮即几年你过了足欢喜的，你爸爸无伫，你拢无要紧是？我就无欢喜啊。毋过，爸爸就勇讲，咱嘛共款啊。妈妈，妈妈，无烧水啊？应该是无的，我去换。你头拄仔来无较早甲我讲？我拄则一下才有甲你话。哦，歹势啦。无要紧啊。歹势。你去灶骹甲妈妈倒开烧水看卖。有啊。好，安尼会关啊。啊，毋着赶紧去吹头长。
是的。好啦，赶紧找校长啊！你规身躯冻滴滴吼，可能感冒。拄仔阿林有讲着一寡较细节的分享，但我想逐个都有同款心内有一寡惊吓，同款我想要请教你太太，你是安怎愿意来分享你的感受？应该是讲，你哪有即个勇气？应该是讲，阮囝比我搁较有勇气啦。其实我心内底嘛是足惊的，因为我惊讲，我来遮若是讲毋着啥物话，也是做毋着啥物代志，会去害着阮翁，也是其他厝内底的人。啊，毋过想过了后，我还是决定要来遮，甲我的故事讲互大家听。互大家了解讲，咱的生活当中还阁有遮个风险。歹势，请教一下，什么款的风险是互掠去的风险吗？自代志发生到即马，毋管是我，还是社会大众，其实咱拢毋知影代志发生真正的原因是啥物。我只是无希望讲，同款的代志阁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。我嘛知影讲。阮翁毋是唯一的个案，咱毋管是踮咧报纸啦，还是新闻顶悬，拢会看到同款的代志一直咧发生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会用了解讲，即个世间上每一个人对法律也是自由的定义拢无共款，咱一定要了解，才用个保护家己。好，咱嘛知影讲，经据判决，期讲服刑已经超过一半。毋过伊若转来，你有啥物话想要讲？你会甲爸爸讲啥物？
大批学生跟民众呢，因为不满服贸协议草率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通过，而冲进了立法院，占领了一场夜宿。而在过程当中呢，他们还用椅子堵住了门口，阻挡警察进入。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晨，爆发了多起冲突，学生跟警察都有人受伤。我正在看直播，我现在去不了啊。如果我在他妈今日对年跑去立法院，我爸一定会把我杀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如果他能沟通，就不是我爸了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哥才不想回来啊。直播断了欸。好了，你们小心一点。我小时候他们回来了啦，又要被关注，我真的很烦。我知道啊，但我也不知道会怎样。你也不知道政府那么夸张，他们都可以30秒通过法案了。王新华，我妈在叫我了啦。好了好了，王新华，拜。好啊，要来啊啦！新华，我叫安尼济声拢无听，转来拢袂晓斗相共啊！嘿，乱七八糟要收收的，时辰要到啊！你若即摆转来，紧去收收，紧来。你嘛是因兜啊？人客。来应水应气啊！碰伊啊，碰伊规组拢收在半年啊！洗澡起来啦！啊，有够热啦！哎，阿是不会叫人呀哈！哎，王新化变漂亮了，是有交男朋友？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跟你小区买的美人干。这不是橘子吗？哎，这是葡萄柚橘子跟柳丁的混合，听说很贵的。像的啦。哎，永平。芳嘞，美人鱼顶包两做哦。你叫我食菜哦，今天大色做的啦。你要说什么？伊无遐咬啦。以后这妈的手头才人团啊！较早妈咧煮这时阵吼，我大家咱想要食，饭啊你爬，吼，真无理。你两个来啊！没错。啊啦，传好势未？师傅要来了呢。哎，三星四果，拢安尼好啊，哈，差不多。好了，今天妈祖对你哈，一切平安顺心啦。好了，去睡，好拜拜啊！来，给。哦，问妈妈看有食饱无？妈，你若食饱，我一个新杯哦。笑杯。王妈哦，后来囝孙仔哦，甲你传这个三星四果好心甲你敬奉哦，若食有饱哦，请你煮圣杯一杯。妈，你若食饱，我一个新杯哦。笑杯。后代囝孙仔是毋是有人无够？该转来拢转来啊！王妈吼，这个后代囝孙仔该转来拢已经转来吼，传这个三星四果甲你敬奉吼，食有饱，请你煮圣杯一杯。妈，
你若食饱，阮一个新杯哦。我无就看年工较好势、较好日子的，要甲处理即件代志倒啊。讲这，毋是安那，想无呐，七个笑鬼拢偌无啊。这种状况是哦，比较较特殊啦，但嘛毋是讲哦无拄过啦。是啊，敢有可能？你传的物件，我妈无介意食，你无欢喜。三星四果拢有安尼，应该毋是安尼啦。迄对以后哦，是要进入祖先来排位啦。我咧想哦，应该是祖先迄边哦，有啥物问题啦。那安尼哦，是要安怎处理啊？即几工哦，恁后代子孙哦，先发生惨祸啦。啊，即摆时辰嘛已经过啊，甲无应该是24啦吼。嘿。到时哦，咱搁做一摆仪式啦。哦。哎，那你那边状况怎么样啊？进一场了，太夸张了吧！咻！有啊，讲几下步啊，我伫倒白白的啦。有啊，我看人好像越来越多了。你开冷气也太夸张了，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把人逼走吗？啊，你搁讲，美容啊，有啥？食饭啊！看你规工拢讲电话呢，电话拢免钱的哦。我爸啊。好了，那你还是要传讯息给我，我会随时看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不会发一发哦？那你是做什么啦？无啦。我说电脑传的。对啊，足康诶。嫂，你客家炒炒有影好食？我要食哈，加食过。外口餐厅甲你袂比。你有歪脆给啦，他就是爱吃，每天都要吃好料的，所以吃的我好越来越胖。袂啦，你哪会大苦？你安尼拄啊好啦。阿嫂，你看我即摆笑起来是一粒蚂蚁啊呢。唔知了。嘿，嘿啦，像蚂蚁安尼较福气啦。嘛是啦。你食看卖啊，阿嫂做的要用是一嘛。哦，你食看卖。安怎？好食？你是怎样？有这么难吃吗？袂啊，是袂歹食啦。我感觉做的味小可无共。食看卖。哎，以后食个叫妈做的。是不是要加那种日本酱油啊？好啊，应该加，我拢有加。敢袂是这甜肉哦，妈感觉这味唔对，啊，这还一直无杯啊。阿妈才不会因为这款代志不欢喜，好不？对啦，妈也不是这样的人啊，而且再怎么说，我觉得应该是祖坟的风水有问题吧，还是要迁祖坟啊？是要迁啥物祖坟啊？是啊，是安怎要迁祖坟啊？那看得到伊才来啊。无啊咯，之前甲佩蓉去找老师问啦，问咱爸的代志啦。啊，老师就讲咱咧做梦吼，风水歹啦，啊袂顶子孙啦。我建议讲爱迁啦，啊是无讲一定啦。啊，望讲咱爸伫遐困无好啦，啊真艰苦。阿公毋是死啊，搁要困啥？一点点啦，嘴无耳。迄个地是咱爸家己去找呢，风水好后尾家己重新做的啊。啊，你安尼讲啊，其他奈步无背。凡是还有其他代志啊？今仔事无讲啊，讲有可能是祖先的问题啊。阮找老师嘛安尼讲啊。我看迄范式是妈的，伊嘛无想要住遐啦。唉。
啦，无定着吼，就是我这买零一点肉吼，这味唔对啦，妈无介意，这跋无买啦。妈，这跟马铃薯炖肉有什么关系啊？现在都21世纪了，为什么你们都还相信那些妈祖心灵？你阿妈有白讲话啦。你来看，讲这个。我是咧想无，用啥搬出去遮济年，啊，见拜伊当然毋去带女舍，就要带伊因爸的房间。啊，伊爸知影即摆是小姐在大。唉，会用甲迄女舍的钱省落来啊。啊，伊敢付袂起？啊，伊里台顶有几来个店面呢？啊，像佩龙，啊，逐工是穿水水伫咧做包租婆呢。我是咧惊伊听着。啊，像今仔日啦，啊妈做对年，伊拢几岁啦，啊穿甲安尼敢会看？哎，来，拿去切一切，等下拿上来哦，哈。哎，你会切吧？不会，就是切一切，不要硬剥，这个很贵的哦。你不会自己切哦，搞得好像对我们在伺候他一样。哎呀，啊已经甲切甲水水，啊切水果万不你去切着，啊人会唔甘啊。做工迄个地方，用进前爸咧处理的，那是你收伊遐去啊。啊，人个老实讲啊，真正有卖吼，也是讲要签吼，对咱这囝孙拢好啦。而且鸡童也有讲啊，他说这样比较好啦，以后可以发大财耶。是啦，迄是大人留落来物件，咱莫甲颠倒嘛，莫甲吸就好啊。新华，这是狗啃的吗？哎呀，进前我妈留的迄计算迄鸭，你也记嘛？什么金啊？咱以前想讲的迄什么金啊？有啦，马人捌摕我看过啊。偌济咧？不尊重程序的方式通过吗？我们可以接受吗？对啊，北虾人更多。对，然后那些同学有去，他们说感觉好像会持续一阵子，不知道该怎么收拾。他们现在都没有传讯息给我。空干呢？那些东西啊。学生啊是毋是咧学爸母的？你毋通安尼去斗老爸，我咧讲。你会当去了解看卖啊。做啥物通我了解？这拢去用骗的。生活我咧讲，恁爸爸讲了无？哎哦，两党拢共款啦，不管是国民党啊、民进党，迄拢共款，拢白烂啦。洗脑，这跟政党没有关系。哪个没有关系？我跟你讲，迄政治人物讲的话哦，迄拢好笑的啦，迄袂听伊对啦，拢好笑的。问题你莫老去就对啊，你有听到？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带领学生表达3项诉求。你操你人晓啦！抗议学生要求立即拖回。妈无教我做过迄买零一点吧，迄是我家己去买食谱，看咧做的。我做啥物吼，恁妈拢无教，伊啊，哼，就甲我教。哎呀，莫想迄有功无损，是毋是遐济啦？妈无安尼想啊。啊，今仔啊，那常常讲着迄个居家个代志，是谁啊讲的啊？妈上听伊啊！哎呀，你莫逐遍拢安尼。好啊啦，好啊啦。我教伊这放去涂骹来。啊，你敢要甲金仔续转来？你即摆工厂刚选一条线尔啦，会趁钱袂趁钱毋知影。啊，即摆大家进前拢嘛甲工厂锁喺大陆去啊。即摆去大陆嘛袂有啊啦，即摆见到护士就好啊。早知道你就跟那个塞工讲好，说是祖坟的问题就好了。对不对？当然师公嘛遐错的，我知的哦。可是那个塞工也有讲啊，有可能是祖先的问题啊。起来！我跟你讲啦，
你就是要硬起来啊！要哪里硬？你就是要硬起来，然后去跟你哥讲，祖坟是一定要迁的。我跟你说，地卖得出去，钱才进得来。我煞唔知影钱进得来，问题地就唔是我一个人的啊，大家拢嘛有份。阿兄也有啊，用品也有，阿成嘛有，大家拢嘛有。阿成哪无转来啊？伊就阮阿兄付出去啊。哈？为什么？甲伊查甫啦，较细声的啦。查甫？啊，嘛唔知，阮即嘛是咧要讲交男朋友，还是讲交女朋友啊？为即件代志哦，你唔通去阿兄阿嫂面头前讲，你知无？安怎啦？我看起来很3八嘛。容易照镜。啥啦？你要走台啦？照镜子啦。楼骹行拢雾的咁照。马总统在记者会的说法，批评根本像是政令宣导，也没有正面回应他们的3项诉求。执政代表32字真言反讽马总统。你妈告永平嘞？他们去买菜了。罔顾民意，既不民主又无法治。先有条例，再来审议，给我民主，其余免谈。他从一开始，在记者会的一开始就告。哇，这什么口味的？我不知道你说你现在念什么？人类学系。啊？干嘛呢？跟考古有关。就是跟那什么风水啦，还有希腊布桃啊什么的。没有，跟风水没有关系。那跟什么有关系？毕业之后可以干嘛？教授要我做他的研究助理，我们要一起去挖2年前因为塑化改工程而出土的汉本遗址。汉本遗址哦。你知道汉本遗址哦？汉本遗址就是汉本遗址，就是说，敢盯我？那个以后可以赚钱吗？我帮你介绍一些富二代好不好？那家里环境好，而且人又乖。不用了，谢谢阿静。不要，女孩子都不要当一个好人家。你还要吃吗？不要好了。好。带一片好了。可是我好怕胖哦。不会，你很瘦。是吗？那带2片好了。好。阿姊，你咧找啥？无啦，我找较早阿嬷迄物件，敢放迄个拖找无。讲种个做环保救地球袂歹。走。哎呀，新城是大孙，你唔着叫伊转来，真正要叫小姐做代表。来，这个。是吧？你用对哦。金妈。这啦，好个啦，真久无看咧。这罕行啊！你有鼻着鼻啊，知阮阿后转来款。无啦，我是来找大哥的啊，你帮爹爸话呀。哎，哈恁爹。哪有啦？无该讲哦。对阮公司迄块地要去经贸园区都会经过恁厝即块地。王记。哇！来是国300啊，来唔卡来电话请食饭讲。对啊，伫遮走来对无？今日到阮公司哦，派我来拜访一寡地主啦，都经过即区，想讲你伫厝啊。好。大哥也唔知影。就即摆要讲啊。人叫伊意思是啥？迄啥物园区的路，会经过咱兜的祖墓是？
好啦，这排骨我剥袂落伤软呢。你莫拍厝，叫你某去煮啊。你们现在要去行政院？行政你莫院不是立拍厝，叫法院吗？你煮嘛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食饭莫来讲电话啦，食饭啦。我等下打给你。有啥代志比食饭较重要的哦？就这代志拢比食饭较重要。你们就只会在意吃饱了没有？我们政府都要卖台嘞。卖台啊！你即摆是安怎？我辛苦啊！你摆是安怎？好啦，莫去。你嘛甲差不多咧啦吼。大主大意，做饭你也要提卖。我当时讲要卖，是锁啊啦。老实讲，风水歹爱锁啦。煞毋是要卖哦，煞就免卖哦。无影无正代志，你莫冤枉我讲。你甲万家万是讲啊？哈？风水歹哦，风水歹。老实讲，风水歹就毋是我讲的啦。你也无甲参详啊？你甲万家万讲我啊？真熬嘛？啊免，若准讲要卖，对大家拢好，袂使卖的哦。这是不是也算一种黑箱啊？咱是讲啥？讲黑箱会不会太难听啊？是鸡同说，又不是我们编的。啊，拢莫骗啦！哎呀，你工程嘛是出问题啊，我煞毋知。干嘛金拢卖袂掉，这无有无？迄摆是两回事，你莫来讲哦。我想问你啊，有无？你免参慢慢做咧讲。你讲的啊？你安怎讲的？无要紧，拢回回，大家拢回回啦。你咧即摆是安怎？迄拢是妈老落来物件呢。毋管是卖土来卖金啊，我拢无赞成啦。啊，而且妈死迄阵收的白包包，拢是你摕去啊。喏，你有听到哦？拢你摕去处理的啦，白包你收的啦，金仔你卖的啦，讲嘿。你唔通安尼讲哦。恁阿兄听恁这小弟小妹是听够够哦，哈！啊，你所谓囡仔读册，这个拢免钱。嘿啦，伊开拢爱钱啦，我开拢啥土的哦。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，好不好？现在就是没办法决定嘛，对吧？那自己的土地自己处理啊。反正妈留下来那个财产，不就是？就是你啦，就是你要分家心，哈，用啥要卖土地，就是你想的吼。啊，即马土地也卖去，啊，做梦是要安怎？你怪伊创啥？甲伊无地带啦。永平，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，不要那么情绪化？你莫讲话啦。好啦，恁拢莫讲话啊。妈明仔急劳，赶快安怎讲？快免怎处理？安尼好无？安尼好无？即马做对年的时阵，师公若阁有发挥，里里扣扣的，爱收起恁阿嫂拢有收起来。爱甲我讲问一下，是讲关心一下。伊就当作家己是人客，啊，哪会管遮济？上好是安尼啦，我做无代志，听着管哪济啊？迄著因某伫咧使人的啊。嘿，这新厝牌仔哪会写姓黄啊？啊，哪有可能啦？你嘛是爱姓王？啊，这个是黄姓。毋是我嘛是爱姓李。你敢会摆唔对去啊？这侪年。敢会人写的人听毋对伊，迄王听去黄。啊，这伤过咸啦！摆要规世人的公妈，即摆才发现摆唔对，够可能。啊，敢是安尼哦？这一直跋宝贝啊！我细汉时阵妈就有讲啊，讲伊出世无偌久就本人啊。才有写恁话39年的时阵，就分了李家，伊也做养女啊。等妈在夹路，妈是要夹倒一路，要夹黄家，夹王家。怪楼骹的排位会姓哦。但是我们跟皇家还是有血缘啊。
我们是要拜有血缘，那是要拜王家祖先，还是阿妈那边的李家？哦，你的逻辑哪清楚嘛？就拢拜啊。哦，有理有理。嘿，这个马铃薯炖肉的也是好哈。你看嘛，有牛肉、猪肉啊，这些。啊，有一寡写日文的要看有。这是马铃薯的意思吗？这个。袂要紧啊，先好配日文，我问伊就好啊。你来叫来，你来叫者。花生花。无啦，无伊楼顶啦，阮拄仔落来就无看伊啊。花生花。走去倒啊。让出去。我猜。问我。等一下，我刚好像看到姐。啊？你因为让你。今天晚上学生冲进行政院。刚刚有人被抬出来，快点！哪里呀？真的有，我刚有看到他，我刚有看到他的包包，我刚有看到他的包包。电话卡着啦。你确定你有看到他？我真的有看到他。哇，前兆看电视啊，电视啊！你是讲你姐姐有人跟出来？没有，是别人被抬出来，我刚刚有看到他经过。我经过，有无针呢？刚刚传出有学生受伤送医，现场一片混乱。行政院后门有大量政报警察集结，学生代表争取人力前往支援。什么小政府要，迄水条迄水足强的，迄喷又无剩啊半条。我没受伤。有人受伤，有人体力不支。毋知政府干那无臭无潲。试图阻挡警力，但警方在清晨2点继续第4波的驱离。啊，想我手机也甲阮敲袂通。疑心伤啊！侦报警察逼近群众，推挤过程不点人潮好啦，生活这个囡仔自细就真巧。有什么代志？排出行政院，有学生痛哭失声，也有人因为推挤而昏倒。你记得较早过年有无？我带伊楼骹放炮啊，啊买迄落蝴蝶炮有无？点落安尼叫的有无？咧乌兰飞迄种的无？我叫大甲，啊伊啊边仔咧欢喜甲，我叫拍鼓啊，哦，迄外口闪咧。好啊，甲车也无共啊。驱离行动持续到清晨4点，眼看天就很亮了。这时，警方出动申报水车。就天晴的，今天这个清晨的4点半，警方用强势的这个水柱呢，想要驱离在这个北平东路跟中山北路口聚集的学生。咱这间厝，行政院内外都有较早咱做囡仔就安尼生做伙啊，哇！受不了上百公斤的水柱压力，民众纷纷往行政院外散去。警方在4点55分完成任务，净空行政院，学生、民众及警察度过了最漫长的。转来。师傅，我规暗仔手机啊敲袂通是安怎啦啊？我甲因爸咧等规暝呢。你讲迄立法院有人冲落啊？你讲去冲迄什么行政院，迄偌危险呢？好食无？袂使叫你妈煮你食，啊？玩我啊？头毛啦！好，转来落，去甲恁妈讲。好，人转来落啊。
没想到阿妈会在里面加马膏哎。对啊，好香哦。这个压碎了啊，更香。成杯啊啦，麻烦呀。好啦，那你甲路完成，对你20万算是圆满了啦。不是要问妈那块地的事情吗？我莫讲这啦，圆满就好啊，以后再讲。啊，王家祖先吼，今仔日甲路完成，哦，对你仪式圆满，啊，请DM后代子孙，哦，事业顺遂，身体健康。留下来。嗯。来，我叫妈的是报吼，搁做啊，好好好好。安怎？有行啊。对啊，这就是妈做的米啊！你搁等过年的时候呢，妈可来做这个，晚上就散了就散了，哦。阮细汉时阵嘛，个定甲用品啊，拢3更半暝，3更半暝走去山顶挖竹笋的。为什么要半夜去挖？你们去偷挖？你去偷啊偷啊！放心哈，啊，竹笋就是爱半暝挖，才起遐尼甜，要卖的时阵才有好价钱。讲真嘛吼，大家拢大汉啊，啊嘛拢趁大钱啊，啊，敢转来食饭啊。袂啦，叔叔，我会较少转，我会较少转啊！你即摆做这，我会较少转。较少转来吼，食这是咱妈的马铃薯炖肉。大嫂啊，多谢你呢，把妈的手路菜搁做出来。以后你也甲恁妈学阿嬷的手路菜，知无？嗨吧，我只会煮泡面而已。毋过你若叫你学，你就学开，莫要紧啦。小杰啊，你不是很会煮菜吗？你哪样？啊，查某囡仔本来是爱学做菜，无你安尼假啊。你莫你甲我打，你爱学做菜，规工仔擦正工尔。你哪学啦？咱讲一个教咩掠规手机啊？好啊啦，等下这个说。免食饭啦，莫。肖佳琪对政务委员简太郎细数灾情，我要看新闻才无通看，就看各手机啊。因准备要游行啊啦。得超过3000个太阳饼。秘书说，你唔通讲能退回，小他还特地看那就对人走啊。受访，强调重点不是他计较太阳饼被吃掉。你敢有摕？对呀。地个无去啊？不希望媒体只把焦点放在太阳饼。前几天我有看到也一个我帮恁炒卖物件呢。这件事的真实性，对于太阳花冲撞行政院的行动，更不希望被太阳饼模糊焦点。怎么这么远呢？找个地方停车。是。
如果你想看海的话，就把窗户打开。真久无吹到海风啊，这咸咸的气味，感觉真好。这6年，我第一摆听到海涌的声。今仔日，因要互你转去厝内，你心内真欢喜吼？弟兄兄，会当转去家己的故乡，当然嘛是真欢喜的代志。啊，毋过，亲像你，还阁有足侪前辈。连厝内底的人都无法度记住最后一面。台湾的海真水。把窗户关好。1970年，追求自由的时代，海涌的气味，是我身体一部分。阿娇，阿娇，进来啦！来啦！青春哦，对别人来讲哦，毋那是追求一种理想，啊，每一个人的生活内底，拢嘛爱面对现实的考验。住台北吼，真正真忝的。我逐工下班转去到厝，敢若想要倒伫眠床顶，连洗一下婚书都办单。啊，你著伫迄种大公司上班，当然嘛忝。你莫搁伫迄款所在做工课啊啦！迄种所在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敢知影阮兜巷仔口迄个教英文的？伊5当前去互掠去呢，你敢知影是安怎？因为吼，伊咧上课的时阵，用英文教讲民主是啥物。伊讲啥？我袂使甲你讲，无我就甲伊共款啊。伊无做毋对代志，
你嘛无，啥哪要惊啊？送袂惊啦，你真正是戆戆呢。对过无心，啊，伫迄款所在咧做工课，你早办会出代志，敢知？你是知影无啦？朋友应该有真侪话藏伫咧心肝内。伊的表情，我永远会记。1978年第一摆红亮，惊吓，失去自由。黑暗。你们这种啊，就跟蟑螂一样。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我来检查看看哪些痒要拔掉，好不好？来。哎呦，我看彤彤要拔掉哎。一个一个，好不好？叛乱分子，你呀，跟雷震一样，都是叛国贼。直。送信给外国人，你以为我们就会怕吗？写悔过书。卷起来。捡起来。不会写，我教你。于锦以至诚，郑重宣誓，自假释理所后，必遵守国家法律，
奉行三民主义。我是陈志雄，这是你第一届互抓入来，以后还阁有第二届，会真痛苦，因为独裁者是无人性的，因用恐怖的手段来甲咱统治，为着就是要互咱惊吓。恐怖？什么叫做恐怖？前辈所受的痛苦，超过我几十万倍。因为美丽岛事件，第二摆入乌龙。红掠迄天，1979年12月13号。上次没踩死你这只蟑螂，让你在外面兴风作浪，又回来了。第二次吧。死不悔改，有种。不知道你娘、你姐、你弟弟是不是跟你一样有种啊？我在问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操你妈的！你不会说话。叛乱罪是唯一死刑，我枪毙你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枪毙你。阿舅，伫内底真艰苦吼。讲国语。爱啉奶啦。叫你讲国语听不懂啊？妈，
我开始写我的遗书啊，我想起一条我最爱唱的歌，因为美丽岛事件，我去用歌里要学落内底，我足惊我家己失去意志，会起笑，所以我常常唱着这条歌。孤单啊，来到异乡，不是也会念家乡。今日又是来听见着亲像在叫我的。我写遗书的时阵，我想到我迄台相机，我翕到海洋的美，少年时阵的海。唯一的翕相机，我要互我小弟。少年的时阵，足无简单欠着钱买翕相机，我要交互我的小弟。你敢知影孤单这两字？印尼话号做“加萨比亚”。Wanita berani， 勇敢的查某人。台湾有真侪人拢去用洗脑，唔知影啥物是民主甲人权。有当时我感觉足悲伤的。你是孤单的人啊！志雄兄，恁厝内底的人拢唔知影你当时去用枪决的，你嘛是孤单的人。因连我所写的遗书都唔敢交互我厝内的人，因为独裁者惊兄，互咱的后一代知影。咱是为着理念咧甲因拼命的。啊，毋过因上惊，咱毋惊。你拄则唱的歌曲，互我听到海涌的声音。我嘛足想要听到海涌的声，会当吹海风，空气内底阁有咸咸的气味。我要讲的话已经讲过啊，但是我要强调的同款是维护人性甲个人权利。虽然我受尽侮辱，但是我无怨恨，嘛无惊吓，唔免为我悲伤。这几十年来，我毋是第一个牺牲者，
希望我是最后一个。228是一个日子，台湾人受难的数字。1980年，因伫咧228这一天，开始一个老人，甲2个查某囡仔。亮君、庭君。还阁足想恁的，凶手的血是冷的，独裁者的血嘛是冷的。是啊，因连囡仔甲大人拢要杀。因就是爱咱惊，因就是爱咱惊死。恁连囡仔甲老人拢要杀。怀弟吼，你去找一个较安心的头路啦，莫搁插政治。较早遐个人咧插政治吼，迄落尾拢足凄惨的。大人万岁！大人万岁！各位大人万岁！大人万岁！万岁！各位大人万岁！万岁！各位大人万岁！大人万岁！大人万岁！你可以回家了。会有人亲自送你到家。免得如果你半路死了，还要我来受门槛呢。
到了，下车了。您找到了。1986年2月4号，过年的前几天，因无互我通知任何人，就甲我载转去南三省，甚至连我厝内底的人，拢毋知我会转去厝里。妈，阿舅，你哪会当转来？你咧找路，过年后放假哦？是在面网友啦。要安怎行？头前梦无影影，一粒心肝也算勇敢，有时也是抓袂准运命，将阮蓝调的海吃看。 月亮也温柔光影影，离开的人无离开，若一节一节的火车，因一路一路送咱到这。有路咱沿路唱歌。 无路，咱撩起过岭。时间已将来毋捌回头行，毋敢向前迈来讲输赢。无光，爱心来游索；有光，伊必有缘故。 未来一张无记号的地图，亲像咧叫我的，亲像咧叫我的，爱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。 海吃看，
月亮也温柔光影影，离开的人无离开，若一节一节的火车，因一路一路送咱到这。不敢向前迈来讲输赢，无讲爱心来游诉，有讲一笔有缘故，未来一张无记号的地图，亲像咧叫我。爱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。